比特幣喺突破105000美元之後，逼近關鍵阻力位，好似羅伯特清崎咁樣嘅影響力人物，呼籲遠離傳統貨幣。佢喺 X 上面表示，投資者應該放棄假錢，轉向比特幣、黃金同埋白銀等嘅硬資產。佢大膽預測比特幣可能喺2035年達到100萬美元。呢一預言啦，為當前嘅牛市提供咗動力。比特幣喺過去1個月上漲咗近20%。清崎長期睇好去中心化資產作為對抗通膨嘅對沖工具，呢個同比特幣上漲嘅廣泛情緒一致。隨住美元面臨日益審視，比特幣嘅去中心化特性同固定供應量吸引咗零售同機構投資者嘅注意，而短期推動比特幣飆升嘅關鍵因素有美中貿易樂觀情緒同 ETF 流入助推比特幣上漲。喺5月10號，特朗普總統分享咗關於美中貿易談判嘅樂觀更新，暗示潛在嘅協議可能緩解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呢一種樂觀情緒蔓延至全球金融市場，比特幣等風險資產通常對此反應正面。呢啲發展表明，比特幣嘅價格唔單止受傳統金融體系不滿情緒嘅推動，亦都受全球貿易潛在解決所帶嚟嘅經濟樂觀情緒影響。